今日會教授大家一個非常之簡單而又實用一個高髻嘅款式。呢個髮髻做出嚟嘅感覺亦都會比較立體，亦都比較容易控制。首先喺我哋髮尾上面加上捲曲，由中間位置開始捲。捲嘅時候左右左右，一左一右，增加呢個立體感。等到我哋一陣間做修飾嘅時候，亦都會比較好處理。跟住將我哋嘅頭髮耳仔後方開始對分耳仔，去到另外一邊嘅耳仔，噴上我哋嘅藍色 wax base， 增加我哋嘅頭髮嘅黏力，減少我哋嘅毛躁感。我哋嘅大梳將我哋頭髮梳順梳通，一陣間嘅造型亦都會比較容易處理。再綁上我哋普通嘅橡筋。紮呢條馬尾會決定到我哋前方一陣間個髻會唔會見到，所以我哋今次紮嘅位置會比喺我哋嘅黃金點再前多少少，等到我哋一陣間紮出嚟嘅髻都會令到前邊可以見得到。跟住兩邊嘅頭髮上下分開，再收緊。頭頂我哋攞個三角形，先將頂區攞起頭髮。每次 set 頭前，我哋噴上我哋嘅 wax base， 呢個方法就可以減少好多一啲不必要嘅毛躁感。再將我哋頭髮中間分開，左右交叉，再用我哋嘅 U 編固定喺我哋嘅橡筋底部。側邊嘅頭髮，我哋一樣先預留咗我哋前區嘅區域。我哋會將上下頭髮分開，再將上面嘅區域再分兩層，做一個兩手邊。捲完一次之後，再將下邊做一個兩手，之後再將兩條嘅兩手再搭埋翹起，一次過放到去我哋嘅橡筋嘅左手方，先用 U 編做固定，跟住再將我哋嘅頭髮往下抽，抽嘅時候份量唔需要太多，只需要做適量嘅調整就已經足夠。頂區嘅頭髮我哋往前抽，最緊要抽返我哋最前邊嘅部分。旁邊嘅頭髮你見到，如果髮絲較為多，斷髮嘅較為多嘅時候，我哋噴嘅 wax base 嘅數量可以比較多啲。跟住先再用梳整，同啱啱另外一邊做嘅方法一樣，上下對分，再將上面個區我哋分多一次，再搭上做一個兩手。下邊個區同時間我哋一次過做埋，又係兩手。跟住我哋將兩條嘅兩手邊加埋一齊，一次過搭上去。U 編固定完之後，我哋亦都可以進行抽絲。呢個方法其實非常之快捷，咁就可以完成到我哋側邊嘅頭髮嘅處理，而唔需要再分太多嘅 section 分區，而浪費咗太多嘅時間。後邊嘅區域，我哋亦都可以進行一個少量嘅抽絲處理，等到我哋整體嘅頭髮嘅統一性可以增加。再將我哋嘅馬尾一分為二，先將左手邊嘅頭髮往左邊扭轉，扭轉完成，經過頭髮嘅底部往上擰，擰嘅時候記住要貼緊我哋嘅髮根位置。之後再用 U 編固定喺我哋嘅橡筋底部，跟住我哋會做一個錯誤示範。通常大部分人擰轉完之後再搭返過去，放落去嘅時候就會變得比較扁平。個做法想令到佢立體感，首先要將馬尾放喺我哋嘅中間部分，只係少量嘅位置改變就可以令到我哋嘅髮髻變得更加立體。再用我哋嘅 U 編做一個暫時嘅固定，剩餘嘅頭髮我哋就可以往右邊扭轉。經過去我哋嘅左邊方向，一路往上，擰嘅時候都要注意比較緊。再用 U 編，大部分我哋嘅時候都係用 U 編去做固定。只要你個橡筋綁得鞏固， U 編其實都已經可以固定到我哋嘅頭髮。左邊剩餘嘅髮尾部分，我哋都係往右邊方向擰轉。頭
頭髮與頭髮之間嘅罅隙，我哋就可以用一個 U 編做一個 set 型嘅方法，上下插咗 U 編嘅地方，我哋都要掹返鬆，咁樣先可以做出嚟嘅感覺會變得更加自然。再整體喺髮髻嘅地方，我哋再行調整，因為我哋之前用 U 編嘅關係，所以成個頭你想做抽絲嘅時候都會比較容易。剩翻嘅髮尾地方，我哋就可以收喺我哋嘅髮髻嘅底座部分，隱藏一啲髮尾。前因部分我哋將佢6/4劃分，先處理頭髮較為少嘅部分，將我哋嘅頭髮攞起，逐執細執嘅，用打戙垂直嘅方法捲曲，減少嘅頭髮嘅弧度，做出嚟會更加自然。想頭髮個動感再更加明顯啲，可以再攞一個細執嘅頭髮，再捲多次。等到佢捲曲嘅狀態，大家都唔同嘅時候，做出嚟嘅效果會更加自然。右邊嘅頭髮都係一樣，細執嘅頭髮之後再捲曲，捲嘅時候盡量注意，淨係尾巴個部分就已經足夠啦。前面嘅頭髮，我哋相對個髮量可以較為少，做出嚟會更加比較自然有氣質。再用返我哋嘅黑色定型噴霧，加強呢個造型個髮觸感。喺頂區度，我哋再攞一細束嘅頭髮，直髮板加上一個捲曲，喺外圍度加上一個動感。成個感覺會更加鬆，更加自然。